奶粉短缺嘅問題啦。近日都報道過咧，就係部分嘅零售藥房有抬價賣貴奶粉。咁但係究竟奶粉商有幾多係供應到市面呢？而家並冇全面嘅資料㗎。有立法會議員就批評資訊唔夠，唔單止令到市民同政府冇辦法監察供應，亦都令人懷疑奶粉商有冇隱瞞事實。奶粉一罐難求，奶粉商承諾會加大供應，確保足夠。點樣至算係足夠呢？美素佳怡喺農曆新年期間會增加供應，比起舊年同期多1倍到100萬罐。星期五又會一次過向830間藥房，每間供應超過100罐奶粉。剩低嘅數目點樣分配就未有詳細交代。美贊臣喺早前就話會額外增加54萬罐，即係增加嘅比例係幾多呢？美贊臣以商業秘密為理由，拒絕透露平時嘅入貨量。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奶粉短缺嘅問題已經引起廣泛關注，認為奶粉商應該清楚交代數據。咁但係如果奶粉供應商都唔能夠向香港嘅市民大眾係去披露呢個資料嘅話咧，你係會即係好懷疑到底奶粉供應商係咪刻意地咧係去隱瞞一啲事實，會唔會係確實已經出現咗好嚴重嘅奶粉短缺嘅情況啊？甚至乎咧係奶粉供應商自己本身都係希望維持呢個奶粉嘅價格係一個嘅高嘅水平，所以